语词甲华语倒变的台语词字之一。第一，气嫌，气嫌。看到这篇文章，你若无气嫌，咱就菜脯囡仔往家咸。第二，空间，空间。老大人身体若真健康，就是有空间。第三，气力，气力。爱食饭才有气力做工课。第四，惯势，惯势，惯势就成自然，自然就成惯势。第五，人客，人客，人客来才扫地，人客去才兄弟，主人家真无诚意。第六，闹热，闹热。愈侪人看闹热，就愈闹热。第七，哪熬，哪熬。一个人哪熬光若甜，就是想要哭啊。第八，运命，运命。伊即世人的运命真歹。第九，面会，面会。查甫囡仔去做兵的面会，上界闹热，定定嘛孤儿白枕禁句，拢总有。第十，头前，头前。好康的做头前是无要紧，若歹康的，就紧密去后边。11，放山，放山。山放落来叫放山，地咧震动叫地动，山走路叫走山，拢真恐怖。12，勇气，勇气。13，腊日，腊日。14，抢位，抢位。15，离变，离变。16，力破，力破。17，小界，小界。18，风台，风台。19，恐慌，恐慌。20，万请，万请。雨遐尼大，你万请出门咧。21，当机，当机。22，含慢，含慢。含慢趁钱，含慢煮食，含慢读册，含慢开车。23，骹手，骹手。骹手马力，骹手混沌，紧骹手。你有几个骹手？5骹手，骹手真足。斗骹手，看破骹手，好骹手。24，咒抓，咒抓。咒抓互别人死，反直是死道友，毋是死贫道。25，出外，出外。人若大汉，总是爱出外去拍拼。26，模仿，模仿。敢若会晓得模仿别人，家己拢袂晓创新，安尼的人到尾啊，代志一定做袂成，凡事阁会食官司哦。27，俏谈，俏谈。28，医德，医德。29，久长，久长。长
长时间咧破病叫做久长病，做代志若有久远诶拍算叫做久长步。30心内，30心内。